继续要来讲，这个三倍券上低的面额是200块，这个夜市啊恐价是无好用。上界困扰的是，同一张的夜市啊，同一个商款，有的有收券，有的无收券。所以乡亲啊，到各地夜市啊商款去买物件、食物件，上好先看一个啊店家的标示，看人有收券无，较袂到时阵花袂清。肉鱼鸡、润饼、猪火粿，搁来一杯蒸奶。离夜市啊，食过一担搁一担，打摕到3倍券，而且搁袂当用。宜兰东门夜市就有摊商直接甲告示打出来，欢迎大家使用进行3倍券。第一单。但是若是要着急，头家变怎？我也不知道嘞。真的？为什么？有必要的话，我可能会找他吧。毛摊商生意好，甲手拢停袂落来，3倍券对伊来讲有淡薄麻烦。就是要全部买啦。安尼吼，我哪法度投予？大部分的游客嘛拢会先算一下，看买有200块无，才决定讲是要用3倍券，还是要用现金来计算。应该还好吧，就买到那个价钱嘛。但是各地夜市啊摊商到底是要收3倍券无？无全部规定，甲你提醒一下，买物件之前上好是先问一下。